第二方面咧，就係喺你哋嘅回答嗰度咧，咁其實就係話有280萬嘅另外咧，就係用咗係呢一個裝修嘅費用。咁據我哋理解咧，其實本身咧即係灣仔入境事務大樓嗰度咧，本身已經係一個辦公室嚟㗎啦，亦都有一啲即係政府嘅配置。咁但係點解喺咁嘅情況之下，仲要用多280萬去豪裝呢一個辦公室咧？唔好意思，佢未回覆280萬裝修嗰度。係主席，呢一個大家都知道，即係入境處啊，大家都知道佢係用咗前入境處長個辦公室，嗰個辦公室已經係好多年係冇翻修過，因為呢一個要做嗰個工作嘅性質咧，運作嘅性質咧，係需要接見一啲嘅政要啊。接受媒體訪問啊，會見好多個賓客啊，所以我哋係按住建築署嘅建議咧，係做咗最基本、最簡單嘅裝修，佢嘅間隔啊、冷氣系統啊、全部都冇改變，並且咧佢係沿用翻以前舊嘅家私啊、一啲嘅器材啊，都係用翻舊嘅，咁係非常之善用資源同埋簡約嘅。多謝主席。